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到这台师大查某骹球队抽火换学分的这个事件。讲到这桩案件是继续伫咧逼，在今仔日呢，防抽火学生和立委，还有人本教育基金会的人，做伙去到教育部，要和两位处长见着面，初步有达成7点的共识。包括着这教育部会成立下部会专案调查小组，成立申诉管道，也会来检讨着撤销姓张教练的这个教练证，而且要来追究台师大的行政过失。抽火换学分争议公布超过半年，干基省地人本执行长邦娇兰、立委范云甲陈培如的陪伴，甲教育部2个处长会面，初步达成7点共识。干基省讲，这就是拄开始的诉求。这是我们第一次认真的倾听。认真解决，他们不用带着情绪说话，他们也不用很大声的说话，他们只是听怎么做、怎么处理，该哪个部会去处理，怎么样积极的去追，算是松了一口气，心中一直卡住的东西算是放下来了。但是真的放到底了吗？还没。教育部会由处长朱俊章组成跨部会专案调查小组，重新审视台师大 IRB 违反学伦的采罚额度。台师大 IRB 暂停运作，学生囡仔甲研究送别校审查，检回差额会协同台师大处理。教育部成立单一申诉窗仔口，组成专案辅导小组，到学校内访视辅导，检讨撤销姓张教练的教练证，追究学校的行政疏失。校长嘛同款，由体育署检讨。撤销周姓教练的教练证，并付之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运动社团。我们会跟国科会有个专案小组，一样会去清查过去的相关的研究计划，我们会全面稽查一并处理。已经有3个学生囡仔申诉，干基省希望捌互人迫害感觉无公平的，会当透过单一窗仔口申诉。伊也希望各界唔通霸凌姓周的教练，唔通无顾虑演过伊原来为国家争取公赢。若是教练身困毁失的，绝对会接受。你们想想吧，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我真的要的，就真的只是那一句道歉，真诚的道歉。对于媒体问到周台英16日平面媒体的访问讲，事件是善意的，讲霸凌伤沉重。干基省是讲无要替教练讲话。记者搁再敲电话予教练，也是无接。对于女子骹球案引起重大议论，干基省讲，毋是要批评体育界有外害，是希望莫阁有学生囡仔发生类似的对待。记者采访报道。